中小企要提升服務效率，其實好容易，借助蛙田實現自動化客服系統啦。大家好，我係 Kids Tutor 嘅黎文傑，我哋主要提供上門補習配對服務，主要透過 WhatsApp 同家長導師溝通。以前我哋嘅同事會用私人電話聯絡導師同家長，有時會出現幾位同事同一時間聯絡家長同埋導師，重複聯絡令佢哋覺得好混亂，甚至影響服務體驗。加上同事放假嗰陣冇人處理查詢，令我哋錯失咗好多生意嘅機會。為咗解決上面嘅問題，我哋決定用 WhatsApp Business 解決方案去幫我哋更有效咁處理聯絡客戶嘅問題。喺選用 Wati 之前，我哋都了解咗幾間公司提供嘅服務方案，但 Wati 喺平台界面設定方法、自動化功能都比較簡單易用，對用家嚟講好方便，所以最後選擇咗 Wati。而用咗 Wati 嘅團隊分流功能之後，我哋集中用一個 WhatsApp Business 嘅號碼對外聯絡，配合團隊分流功能，將信息分配俾適當嘅同事，咁就可以更高效咁處理客戶查詢，令轉換率大幅提升咗20%，而客戶嘅滿意率亦都上升咗40%。另一方面，我哋選擇企業解決方案，會比較着重客戶服務，而呢一點 Wati 令我哋非常滿意。記得有一次喺平台設定上遇到問題，透過 WhatsApp 向 Wati 查詢，好快就得到客服回覆同埋揾到解決方法。Wati 嘅界面自動化功能簡單易用，加上專業嘅客戶支援，成為我哋營運中不可或缺嘅夥伴。如果你都想改善 WhatsApp 業務管理，我哋誠意推薦 Wati。